若是通亲身体验故事，会是虾米款的感觉？有民间的基金会以教的经典的故事做基础，把故事变做通甲囡仔互动的佚佗物仔，毋但好耍，阁有教育的功能。囡仔认真听老师讲故事，来到另外一边，头拄听到的故事场景，竟然就出现在面头前。毋但囡仔感觉新鲜，家长嘛感觉用实际体验，会当对囡仔的学习有正大的帮助。动物园，刚才的故事好听吗？好听。一些体验的一些活动，例如说可以脱鞋子去踩，一些触觉的感觉，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很新奇的经验。甲囡仔册内底人物参故事设计做游戏，对囡仔来讲真趣味。长期推广囡仔阅读的信宜基金会，把故事的场景变做教具参游戏，透过互动，让囡仔行入去故事内底。透过这些经典图画书立体的再现，把阅读、游戏、动画等等结合起来，让在亲子呢在体验的过程当中，能够帮助孩子增进他们的阅读理解，爱上阅读。信宜基金会表示，面对数位时代，因希望透过活泼的方式，鼓励囡仔自细汉喜意阅读，把绘本的场景变做游戏，囡仔会当在故事内底耍，透过多元的活动设计，希望让囡仔生出属于家己的创意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